多不同的变数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常讲一句话：知足感恩的人怎么样？最幸福。所以我们要常保一颗感恩的心啊，贵人就在我们身边了哈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家庭里面有双胞胎的，哇，这时候才不简单呢。常常说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，妈妈，这是明明是我的，每天就在争来争去啊。在生活当中的基本，在植物当中呢，我们就很棒的一个生命的教育哈。那么丰富的生命里面呢，家庭当中不可能只有一个宝贝，有2个、3个。这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告诉孩子们。番茄的成长过程也是一样，常常我们小孩呢去番茄正在成长的过程去做什么？去摘芽，那些侧芽一定要摘掉，没有摘掉会怎么呢？知道吗？那些侧芽就一闪一闪，就后来开满了花，就这些花会不会结果？会，结的果大不大？不大，所以我们这个结果之后还要做一个什么工作？除了梳那个侧芽，就还要所谓的梳果，就是把这些的这个果子不漂亮怎么样？把它摘掉，叫梳果哈，不是蔬果和说是那个蔬果哈。那精彩的生命，那当然呢也要丰富的生命。这丰富的生命呢，我相信不是只有在学校的课堂里面，在校外的活动，在生活的日常当中，谁要去陪伴？父母要去陪伴，父母要去营造，是非常重要，而不是丢弃补习班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哈。那么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经验，就是到田里去摘地瓜，然后有小朋友说：“哇，刚刚我是说番茄怎么长，但不是长在树上，他说地瓜怎么长在地上？”哦，那个那些老师真的是抱着肚子捧腹大笑，真的是这样哈。所以呢，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哈。哎，那在这个学校呢，他们也营造了哈怎样？种菜，让小朋友幼稚园小朋友亲师生合作，那一人呢，几人几斗，一人这一亩的这个都有规划的哈，让孩子们呢就是种菜。那这些种菜下去为什么呢？因为要上面铺这些帆布呢，就是第一个，因为幼稚园小朋友不会除草，像这个夏天哦，春风吹又生了，马上这些杂草好快，明明除了前面，后面20天后面又长齐了。就永远除不完的草，所以呢，铺了这个布呢，第一个有这个防这个什么，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反光哦，可以把病虫害的这个虫啊，害虫不敢亲近它哈。另外就是草不会那么长得那么快，那我们是有机栽培啊，所以呢，这些的菜要快长大。小苗种下去之前呢，除了我们的翻土，还要做什么动作？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湿地，我会出泉水。我们跟学校老师说，你给我3年的时间，我会让这一块土地肥沃，而且呢不用撒很多的肥，那个菜就可以很漂亮。刚开始是种什么吃什么，种什么被什么吃哈，所以我就跟他们开玩笑，你们去都没有不用干净，你们去除草之前要跟那些的小昆虫、瓜蚁、毛毛虫说，不好意思啦，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耕作了，所以呢麻烦你们放一些真的呢，你的诚心，这些蚂蚁就这几年下来很成功，所以我们爸爸妈妈一定会拜卡丢嘛，这就是这个。所以我过来我拜吧，我有变好人，然后我领小礼物，所以大家有人家说口说好话，心想好事，身想好意。好，小苗种下去，所以地质要打，要做要上一些有机肥。如果土壤很硬的话，可以放一些抽坑，就是这个稻谷呢，在蓄壳之前，那个粗糠可以混在泥土里面，让这个在整个运作日照之下的运作之后呢，这个土壤会变得比较
造，谁来营造？第一个就是家庭的营造，第二个是学校的营造。所以呢，进教做得好，我们就不用像孟母啊。我们以前佩蓉老师待会下一堂课示范，他就会来示范教学。他非常喜欢提到一句话：如果我们的那一条街每一个孩子都很乖，我们何必又在孟母3000呢？孟母为什么要3000？第一字，其孟母择邻族，只不学怎么样？断机杼。谁知道孟子的老师是谁？举手有奖，大奖了，来！我怕你们睡着了。孟子的老师是谁？除了孟母引导他嘛，你们知道吗？刚刚我在读其孟母择邻族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这个4句里面就知道他的老师就是谁了，谁知道？举手看，答错了没关系，不会被打屁股，因为现在不用举吧。好，这位穿黄色的同学来，请起立。环境太棒了，给他爱的3下，这不是答案。好，环境真的很重要。我可以公布答案吗？妈妈刚刚有讲，妈妈也对。其孟母择邻族，子不学，断机杼，就在这个4句话里面。大声一点，举手，勇敢。机杼，对，就是因为那个机杼当当。我明明搬到学校，第一次他的家搬，现在第一次住哪里啊？不要怀疑哦，1、2年级到3、4年级，现在我在带4年级小朋友，既然在带3、4级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轮也带完，夏天也带完了，唐诗也带。这一次在带学习末，我带了3、4级，我大概有一些段落我就会解释历史故事。我跟他们说其孟母择邻族的时候，孟母总共搬了3次，搬了哪3次？班上只有2个同学知道，其他都不知道。30个同学哦，第一次去哪里住哪里啊？大声的说。公墓。他住在公墓。市场不对。公墓是。我的荧光赶快送，不然我待会忘记。好了，恭喜你，3、4级里面，我这是特意讲3、4级。第一次，他的家是住在坟墓的旁边，所以呢，只要人家公公猜呀，那种听那发音的出去，他也跟着哭到沙里，然后去抓小虫虫，就在那边沙里跟着埋起来，也跟着人家这样拜仪式在那边拜。这个妈妈看不下去了，孟母说：“我决定要搬了。”第2次搬去哪里？谁知道？好来，大声说没关系啊。来，就是卖市场的旁边而且是杀猪肉的那个菜贩旁边。答对了，我们请一位伙伴。怎么办？那不好意思，再给他们爱的2次，好棒，2次2爱2次，超棒对，第3次就是搬到学校旁边，因为呢，孩子真的是听教，你给他学什么，他就学什么；你给他学不好听的话，他马上呢就记到他的记忆袋里面去了。所以呢，搬了3、4家。那为什么说这个基础是孟子的老师呢？因为呢，孟母搬了到这个学校旁边，他也是每天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恭敬。每天回去可是认真，没有多久时间，他又干什么去了？就跟着朋友就又去旁边再玩了。所以这一天孟母非常生气说：“既然你这么不认真的读书，我真的非常生气，我也不用那么认真的再来吃这个鸡杼，我就把这个鸡杼给他剪了。”就这么一剪，好就从此呢，孟子呢就这样你看成名了，所以称为什么？养生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可是我们家没有鸡杼，很可惜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进教很重要。我们要怎样影响一个
传至到今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然后。那么读经教育的基本原则，以人性的发展整个历程来讲哦，第一个教育呢就是教育的时机。那所谓时机呢，就是它的发展历程。发展历程里面是什么？就是它的时间的历程哦，一个生命的时间中的发展。那么生命的前期，我们要供给后期所有的养分的依据，那就叫基础。所以刚刚后学为什么要放这个，就是一个小苗的成长过程里面。他要把这个苗，这个检验窝剂呢，要变成很漂亮之前呢，它必须经过翻土，它的地基要施一些底肥，就是有机肥，让它后期供给后期的养分哦。所以呢，打定了地基，将来就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如果基础没有打好，将来的量事倍功半，自然一去不复返。错过了任何时机呢，怎么样，就不可能再回来了。那么扎根教育的重要性啊，人类的大脑发展在这个期间呢，3岁呢是整个我们的记忆力的整个发展呢，在这个地方是整个是巅峰时期。那为了让小孩子呢，我们的大脑的容量呢不断的变大，记忆力的变强，智商变高，所以呢，我们让孩子呢读45经，使脑容量不足的地方快速的不断的扩充。不但养成读书的习惯，也熏陶了古圣先贤的资质，无形中潜移默化，不仅端正了品德，将来不至于被不良的风气而左右。那么对往后的教育教改的不定，也奠定了基础。与其往后拼命的送补习班，使其消化不良啊，不如趁现在把地基打稳了。就好像我们盖房子啊，我们现在盖101或是20坪的房子，那101的房子只有盖20坪的地基。够吗？是不够的哈。所以呢，有些人就说了，读经呢是一个过时的教育，但不知中国古代教育下一代是有这么样的高度的智慧。我们能说古人教育的太阳啊，跟现在的太阳功能是不一样吗？你能说我们太阳已经太老了，而不需要它，而没有用的这个道理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珍惜啊，孩子一生只有一次的黄金时段。所以我们刚刚黄讲师一直特别，因为黄讲师在幼教这一块推读经推的真的哇，真的让我们真的非常的佩服哈。所以他为什么要深植幼教工作，就是因为0岁到13岁是孩子记忆力的黄金期。我们在一个儿童心理学的分析图里面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0岁到13岁是一个孩子的黄金的记忆的黄金期哦。你如果我们没有让他记这个经典，他也一样会去记广告词哦，记得真的很凶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屋线哦，在0岁呢到13岁到这个高峰的地方了哈，我们看哦，是我们记忆力的最高峰。那我们呢，慢慢呢年纪越大，随着年龄的成长，我们的记忆力怎样越来越衰退。那我们的理解力呢，会随着年龄的成长呢，以前老师教不懂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慢慢的就会理解了哦。那经过训练的理解力更是哦，非常的不可思议。我们看到哦，很多像我们家对面是一个佛教的摩尼寺，那边的老菩萨，他从《金刚经》《楞伽经》《普文显》。我在怀疑说阿妈你也是会捌哩哦，伊讲唔捌哩。我讲你哪会拢连讲到背有都很熟，伊讲大家就听边仔阿嬷伫遐念，我就听久规伫遐规句，我嘛拢规本哦，拢会晓念。所以呢，是耳濡目染、潜移默化的这个影响力之大哦。所以敬教重不重要？真的非常的重要哦。那么我们到底读的是什么经典？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选择经典？那读经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，我们来做一个分享。经典之作，
怀疑我们小学6年来，我们的国1小朋友不知道很正常，国2小2不知道也正常，可是到小3、小4、小5、小6还不知道四书五经就不行了。四书就是大学、中庸、国语、孟子。那么五经是哪5经？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？礼记、春秋、诗经、易经、书经。好，不止这些，其实呢，《古文观止》、老子、庄子、宋词、唐诗、烧14行诗、常语、曲要、易经，通通都可以念，只要孩子的时间允许。饭前早上起来刷牙，提早一点，不要。真的效果是极大哈。那么我们接着下来呢，来欣赏一个影片，就是人类的脑。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读经的重要？读经对我们的孩子的扎根教育，对孩子的潜能开发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好，待会我们请我们每一位的伙伴注意看荧幕哈，我们荧幕里面会有我们所要的答案哦。左脑主要负责语言、思想以及逻辑思考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与人际互动时，主要是由左脑在思考运作。另一方面，几乎很少在使用的是右脑。右脑储存了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智慧与珍贵的资讯。相对于左脑的精打细算，右脑则支配了我们生活中真善美的价值观。自生命诞生以来，经过几十亿年而生存下来的人类，有许多经验累积而成的资讯储存在于人类的右脑当中。当我们使用右脑时，脑波会呈现阿法波的状态。对于我们的想法全部会物质化这个事实，人们把。好，刚刚有没有看到重点？请问所有的我们的我们的老师们有没有看到？有吗？我们的右脑储存了什么？哎，谁知道？哇，来，这位本社的这个伙伴，好，举手叫好，来，大声说。阿法波，对，这个是一个稳定的波度，没有错，它是呈现一个非常安详跟平静。但是我们的右脑，我们的左脑，它会计算，会逻辑，但是呢，平常都很少在用到右脑。右脑储存了什么？真正的智慧。真善美价值，真善美价值观哦，它前面太快了，前面一个重点，很重要的重点哦。智慧跟脑，先人的什么？智慧。的智慧跟对，还有遗留下来的资讯，太棒了！来，我们的这位工作伙伴的话，太棒了！来，这是唐五代诗，哇，恭喜你！好，对，我们的右脑呢，储存的我们祖先所遗留，点一下就 OK 了。哇，对，恭喜对这个，对吗？资料库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右脑呢，储存了我们的先人的智慧
来将我们右脑储存的大量先人的智慧来将它酝酿出来。那么儿童读经理论呢，这林柱雄博士呢，他写了非常多有关于儿童心理学、关于读经对孩子的影响呢，写了非常多的论文。那或许呢，把它截录下来呢，就是读经的好处就是脑力的开发及潜能的训练。那全脑开发，左右脑的平衡，右脑呢，因为拥有比左脑多少100万倍的记忆能量，这是非常重要，就像我们的低潮一样哦。那么读经后的过程呢，脑波会呈现什么？从贝塔波转为什么？阿法波哦。那么在这个过程，从不安稳的思考呢，到整个人非常的平静和清晰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的班级有比较呢，就是不以安于这个状态的时候，我们都非常鼓励孩子们在老师呢利用上课前的5分钟，请谁带？请同学带，请录音带来带，让我们做静心篇啊，让我们来带一个带动之后来上国语啊或是数学，因为常常老师在代课前啊都会你没有乖啊，你那讲就在发。这个阿法波状态呢，可以这样增强脑力的开发，包括怎么样？我们一起来说：记忆力、专注力、理解力、品格力、创造力。也就是让孩子的潜能呢更有机会发挥哈。这是以上呢是林柱雄这个医师所说的。那么或许更体会呢，大学里面讲到的就是定、静、安、律、德。因为呢，在读经的过程，让孩子心定，然后呢，神静。对，心神如果静，一个孩子如果在一个课堂上没有办法专心下来听课，即便我们再补习也都没有用。但是一个孩子如果能在课堂上老师上课的课程，他几乎都能听进去，也能做笔记的话，回去几乎复习一下，我相信他的功课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而且更要大量的鼓励读经之余要阅读课外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哈。那么读经的好处，我们最后总结呢，当然再一次强调就是记忆力学习高，专注力强，所以呢，最后他一定是一个品德兼备的一个孩子哈。那么学校呢推动读经呢，它有什么好处？因为或许常常在学校就是做一个读经的分享，所以或许有把它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说学校推动读经的好处，第一个就是拉近城乡的差距哈。那这城乡差距真的会差很多，比如说常常人说到花莲跟台北，那花莲市跟我们的埔里跟我们的新城的原住民乡，它有没有差？有差。但是呢，推动把国语文程度推动起来之后呢，其实它的差距并就是不会差很大哦。那么第二个是增广国学启蒙，第三个就是品德棒、礼貌佳，第四个就是团体的共识力增强。当一个团体的共识力增强，就像我们今天的团队，整个坐在这边的整个凝聚力，让或许感觉到这个磁场是非常的大。所以呢，你们是最优秀的，就因为这么优秀，给自己爱的鼓励，好不好？爱的鼓励。那么很多人都问，那这么读经这么好，到底是几岁开始来读经？读经最好的时机是哪个时候？当然是在不是只有国小1年级，还不够早，幼稚园还不够早。那个时候，王才贵教授说的0岁，那么0岁还不够，就是像在座的，如果是未婚男女是最棒的。那如果来不及的没有关系，我们再继续，因为或许就生了3个，就是做实验啊，要真的很认真的去生啊。好。那么多的经典，到底要哪里入手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希望呢，王才贵教授也是提到，从《论语》它里面谈到的就是扎根。扎根就是从我们的人性本性，因为呢，一个人的本性从人之初性本善。那外国人说，《论语》是中国